接骨师傅。古早时代西方的外科手术，还无亲像今仔日遮尔发达。若是有人无细致，手骨、骹骨去拍断，也是去扭着，拢嘛爱找接骨师傅，重新甲骹手接互好势。虽然现代外科手术有影真正进步高明，总是还有一寡人拄着骹手扭着、拍断，也袂去找外科医生手术。尤其是较爱水的妇人人，惊手术开刀了后，为了一个分热无好看相，就无爱找外科医生，颠倒去找传统的接骨师。安尼讲起来，接骨师傅另外的含义就是斗骹手。人原本出世只有双骹双手，若是拄着代志较侪的时阵，就无用甲大粒汗、细粒汗，怨叹家己无加生一双骹手。这个时阵，若是有人会通来斗帮忙，就加真正轻松。咱的台语嘛真正趣味。假使一个人愿意帮忙别人，就若亲像甲迄个人加斗一双骹手。换另外一种讲法，斗骹手就是帮忙别人的意思。甲人斗骹手，毋但代志会通较紧完成，还佫会通增加人甲人之间的感情。互人帮忙的人，伊的心肝嘛会加真烧热。咱看今仔日的社会，人情味是愈来愈淡薄。就是利己主义的人伤多，愿意甲人斗骹手的人是愈来愈少。圣经甲咱教示讲，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得顾别人的事。腓立比书2章4节，毋茫透过你我，愿意甲别人斗骹手，互社会加较侪温暖。接骨师傅。古早时代西方的外科手术，还无亲像今仔日遮尔发达。若是有人无细致，手骨、骹骨去拍断，也是去扭着，拢嘛爱找接骨师傅，重新甲骹手接互好势。虽然现代外科手术有影真正进步高明，总是还有一寡人拄着骹手扭着、拍断，也袂去找外科医生手术。尤其是较爱水的妇人人，惊手术开刀了后，为了一个分热无好看相，就无爱找外科医生，颠倒去找传统的接骨师。安尼讲起来，接骨师傅另外的含义就是斗骹手。人原本出世只有双骹双手，若是拄着代志较侪的时阵，就无用甲大粒汗、细粒汗，怨叹家己无加生一双骹手。这个时阵，若是有人会通来斗帮忙，就加真正轻松。咱的台语嘛真正趣味。假使一个人愿意帮忙别人，就若亲像甲迄个人加斗一双骹手。换另外一种讲法，斗骹手就是帮忙别人的意思。甲人斗骹手，毋但代志会通较紧完成，还佫会通增加人甲人之间的感情。互人帮忙的人，伊的心肝嘛会加真烧热。咱看今仔日的社会，
人情味是愈来愈淡薄，就是利己主义的人伤多，愿意甲人斗骹手的人是愈来愈少。圣经甲咱教示讲，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得顾别人的事。腓立比书2章4节，毋望透过你我，愿意甲别人斗骹手，互社会加较侪温暖。